各位朋友，各位一直陪住我睇觀眾，大家好，我是你哋嘅原是吊孝君啦。排後題嗰啲留言我都地晒，有人問我師傅我啦，本年度是邊度出咗問題？明明編咗民間做電子之前仲是留護照，好事手揸追把沙間抓得如是扭得愉快。又有人問我師傅，我最近脾氣被特別差，呢啲小事就像花河同烏池人嗌交同同事嗌交，夜晚而家人又特別後悔，是唔是身體出咗啲咩嘢？我地主呢啲留言呢條一條乾地攞去，先一面真是戶口式，因為我太清楚呢個背後係原因啦。今日我就將啲嘢坦晒出嚟，同大家口學清一清，清到清日食過降頭。你將戰字一人真真聽晒，我保證你會有一個完全互通啟啲法。今日4次約就好，我搬晒手指公算過去的8月7號嚟湊成翻，最後早日炸啦。我呢早而我全你狐狸手頭指望都有湊食件張機攞嚟，當嘢人人真真聽晒，因為處真時候可能影響令下半年大要面精或整啲翻錢，甚至可能影響令陳年契就是啦。注下我胡思亂思啟示，我哋個太多正式係例子，先夠等間篤定同你將先無好簡快化咗。我知好多人一聽到字齊互行呢啲自然，第一反應就是話呢啲同字字有咩關係啫？覺得呢地是內被先順啟，也同自己呢仲意義出嘅搏殺契人冇咩關係。不過你正攞你神醫神，今年上半年你是冇事特別難挨前轉互受，不過做細流互主受。你送咗某咗口試有嗰啲鏖戰啟龍章，你辛辛苦苦處攞你啟嘢，一啲跟流晒你自己鬥長。胡清前周正時咗出邊約為地等嗰陣先到荒埋脾氣，又比往年暴造成異相同人。夜晚份污咗個樓裏面翻嚟扶佢，神翻意頭為狗癲啟嘢，意頭又冇精神做咩嘢，兜住得有先狐狸口試被自受試試。抓咗個波頭間電時間都聽傲氣條腰呢啲嘢，如果你時的電頭筋，你只有聽好啦，個真是胡思，你手分差4天實壓住，你又係壓得比你估到啟，仲有層層到你自己都冇為嘢，仲一直以為是自己好夠勞力，今年識別我馬年天間識別別我地支互可天間地支全部都4可，咁呢個使命你想做咗萬平嘅可。陳年由頭到尾都被地屯河罩住胡臭，佢被上半年陳個天地之間啟詞常用一個字，你形容咗時收呢古河收嚟指戰你，戰到連本身少戰個地位都也會做戰時我哋老早將啟字係要面，代表咩？代表前世，代表主端你，代表呢個流清胡亨陣，代表你是未食屎官戰勢可坐現注定胡亨更河咳症，河太黃精就被收到7086。你個老醫花嘢就容易咗衝動契決定，賣做會應該賣契嘢投咗，會應該投喺項目同人嚟做應該，契交四口自自二神有後位，鬥不得了。不過當時就是控制胡道呢個先勢，你3半年漏柴契根都是你脾氣變差契，跟那個護士炒我係天時也做，你成你與胡明牙個道理就越容易，一次又一次齊中同一個成那個道理。我見真係賣個官字跟住，我係講得更加透徹。你會發現呢戰事比你想象中總有嚴重到已經影響咗你身邊最親近契人，影響咗啲契家庭同事業。咁8月7號呢2日究竟會發生咩事呢？2日4嚟湊湊天時五成由面少精嚟湊一刀邊地之戰，個估算咗大半年契新征之期就會重新成翻過你好私人作陳。連啟一求齊，終於又吐出嚟。幹經醫課是第一件事，就是將3半年過，把消毒員冤頭轉向啟可啟壓落去等。你重新揾翻冷靜，第二件事就是將你破咗大半年啟財富一啲一啲，根本翻起嚟那個過程無四只可發生啟，而是由8月7號過後，偷偷開始好事種子破土間，啲烏精啟地方已經時到偷偷食正理。我同你講呢，9月4隨便啟9月，是你今年唯一一次可以借天時之利，將流彩啟龍龍徹底到翻時啟窗口黐過咗。那個窗口之後想再借呢，估計只有再等陳年你陳晒1年，先等到一次更係機會。
你受勢你就咁拜拜，錯過你咁冇艱辛聽年。我呢個時候總統今年一樣間花籌，縱使都為咗同意地事煩惱呢，都我一步都多好多人喺度募資我第一隻爭取時嘅叫九月嚟可期大園就設裏面嘅大園，一共要行20年可期去一直照住天地而已，比年更新自時話，今年呢仲你可消失係近住。此時只不過是呢20年大園啟個開頭之後，每年可有齊都和喺間熱退場，我呢既都是電子位在強調，你有樹時時間啟大園有面，運都屬於自己啟條可知道，係和喺時時的認定。今年啟嚟秋時呢個大園就似要面第一次堅持登場壓住可期啟之會，你可以將佢當成4次預演2次提前備。你打啟樣版，如果你今年啟接住你舊意，將自己身上個頭條可刺啟方法摸清楚之後，你20年要面，每次嚟秋你都可以提前預判提前受惠，那個先值勢我今日追上。你明白啟嘢會是照你啦，靈芝報復照是照你，由今年開始就算是同呢團伙相嘈，跟四尾個個嚟秋而鬥就會翻身呢，胡四啟呢到面場主講咗。有啲人翻身翻得快，有啲人翻身翻得慢，仲有一小撮人八字遠滅，仍然可卡住個位置嚟湊以鬥。這個就是打開自己開精庫視野才願意此爆發。人哋仲細到慢慢爬戰波嗰陣，隨地已經一步登天呢頭尾嗎？我將佢拆成2層1層4，你開生小2層4，你開出生月份2層疊埋一齊，先至是穩陣開單。絕症都無順數正時啲生肖無地月份，你可能會對錯自己啟草證。戰友話嗰張呢套雙重密碼，一層一層間同你揭開，你吞晒之後快啲翻轉頭，對做下自己試味仍然好啲咯呢。自己做學有面將胡買嚟就是嗰個被天時戰中啟人，只不過你自己從為為益，仲要自以為自己呢半年過得間星苦事被啟呢是種組學。我將取啲拜買而辭獎，是因為取啲背後其實是同呢套邏輯都是你明要面變身住嗰個位俾你抽呢，古今次部都不少，然後補翻晒出啟嘢，補翻晒晒住啟地方自然就通翻，通咗先值佢身踩。我呢嗰時最樸素嘢都是最有用啟道理。你聽我而家一個根梗攞取，一定要對住自己啟生效同處生。月份只是可對戶好正視聽個熱鬧，喺對還咗你先知自己知落你呢就日應該向邊個方向時間先將第一種人受夠。而且4冬天初食係喺幾時公歷11月8號前後一直到第2年8月28號前後出事啟朋友，定者偏偏西得個做可，因為舊時實地自要面。對應啟四女女本身就是一個天生啟河夫長做熱股也都也無做啟能量，平實地老善三無露水，其實你的是人最易團可，外表沉穩離先，此時有一股五虎疏啟戰。不過如果你又延然後世冬天出事，冬天本身天寒地凍吹啟，陣陣就細可你呢個人身上就變成一個又凍又渴望俾人點人啟河夫。一邊籌造件，一邊又覺得史無上嚟，明明又先做大事，有時住一差求氣呢，仲冇斷啟跟住，思尾好多手舊啟朋友身有體配，明明身有面有古經，但是就係忍住粗舞到你與人，越節越粗舞鬥，甚至開始懷疑細尾自己天生就胡世作打事啟了，胡事只聽我講落去上半年可知後天。你可能覺得辛苦次就好多事情推無虞，好事被啲嘢事晒做間越用力越估，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思面能力會夠思尾戰錯咗方向。不過你秋二斗真切登場可確真偉踩，你呢作冰封做好賴啟何夫，終於等到能夠駕馭住嗰條所持過出半年被嘅，你也做胡緊預啟上冇，住咪一邊啟河左口，可能係喺你秋之後突然鬆動。先至留係以嚟孤戶鬥啟數度翻嚟嗰種，人咗好耐，終於鬆咗一口氣啟緊住，你後愧就可以睇去到，你去話花先原來自己戶係冇本事，只不過差咗呢一股氣。我睇嚟住呢，你朋友死嚟朝前呢，照住路面，
遷辭戶口，輕易放棄任何一個成為青天啟智慧的戶口，因為二是啟挫敗就打退堂鼓，因為各條說辭可能就是最後一刻先至轉到，你而家放手就等於將即將到手啟裁員，親手推開白白便宜。啲人呢很可惜，希望你戶口等到聽年先明白第二種人疏忽，而且是春天初時啟只是公歷2月是招口，前後一直到5月4號前後初時啟朋友，副對應啟示人冇春天初時啟人物詞本身就黃木詞代表咩嘢？代表你啟神化，多創意多個流程而轉正各種年頭，一是想做一樣，二是又想做嗰樣，嗰個扭轉比邊個都快。不過年頭一多就容易亂咗就胡羅的事的神化賺唔到錢。我呢個亦都是好多仇富朋友，我呢半年先有面最被處啟地方，明明個扭轉的比邊個都快，早死覺得抓胡最重點，嚴擺擺地主只係從指縫有面撩走，時候有拗扭自己電子冇抓住翻嚟付出，間神走之當初就應該點啦。你朋友啟運題從來都胡死。冇笨些細笨些太多，反而你會出一條清晰啟路，尾兜上有自個尾兜冇揸時呢仲緊住，只要後事細起時指路求迷條路，地羅都會錯腳，次次都埋胡開招，呢超一到萬次就好似一把冇得風離啟戰鬥。張文用呢首詞，你嗰啲像得太冇神啟之啊，更多餘啟分散精力啟部分通通賺，自留啲最有價值句子，你可以發現由8月之後開始。你個老突然清晒之前，神咗半年卻始終無敢攞手啟字話，好人有即應該有邊一步開始預嗰種波開，除完烏電青天啟近在，你可能已經好耐冇體會過啦。有好事事物路面行咗好耐，好人年前一片開闊，照下啟路為沙字清晰晒呢，一例人是你秋之後最嚟將神化變成真金白銀啟人。我勸你提前將手頭嗰幾個猶豫撥住啟項目，呢張清單嚟抽而果戰最重要個一個先落手。胡好就係猶豫智慧會定人，你猶豫啟每日而都4時度將智慧推上地啲人，嗰邊第三種人屬豬夏天初實啟，只是公理互遇互學，前後一直到8月7號前後初實啟朋友，做對應啟示係水夏天初實啟人，本身初水五行象水可可。為晒你受面咋做呢？古陳年最先出啟水，今年偏偏是可收到最正啟一年。我呢個本應該是你啟天時良子，可是手入面啟水太受壓，烏豬夾王啟可，反而容易俾人抽到先父持走，跌住啲一啲人賺錢自去抓護住智慧，直到團團轉越子越亂越亂，越抓護住，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未根本冇嗰個名氣味，呢私人就是尷尬啦。我呢總比話，我特別明白好多歲豬啟朋友，半年應該先由體會嚴擺擺啲豬，只可以係眼前韓國出隨點都實互出售，出蜘蛛個仲興，只是互相離啟之為互好受別，死錢仲難受啟，是嗰種明明地見卻抓護住啟互利間好消息，自早四嚟就到精星水天地之間，源源不斷啟真詞去比翻，你最初個古水呢，古水補翻。你為突然揾翻個仲能整啟判斷嚟嘅種地通住面啟，清醒地啲人重視到位300年啟爛攤子焦頭爛額嗰陣，你已經記得清楚邊度藏住真正啟生之家中，已經滴穿主食通透間去重新翻你哋身上，你會重新變翻嗰個如是。胡康啟自己呢而禮人，是離秋之後最近啟首歌仔由地人亂嗰陣，正正就是你應該出手啟時候。你又提前將身體屌好，戶口就自己輪咗陣照等呢，固水池一度就細。你打陣新手啟時候，只不過是勢不仔奶，啲絲種人少係秋天或者冬天初時啟，自是公歷8月8號前後一直到啲年2月18號前後初時啟朋友殺對應啟，時可秋冬初時啟人，天生處可成要9元你放，我大元本身就是你啟住場。你今年啟地字其實一啲都唔差，只不過出嘅言報啟詞子，以至4度處正，從未等到爆發過一沙，就好似率先大化啟，公然只差最後一拉嚟超一道戰氣，俾你身上啟可確自己化成你啟財富，那個護士超下食，你今年除落嚟啟地氣。
終於有咗個出口，你護士突然行好遠，是你二姐嚟處羅你契嘢，終於等到對線契時候，你之前受契個地位出，同情魔到護士拜受契，我呢？你朋友是8月之後最先感受到契戶係鹽包鼓持你，一時名次同曝光到新漲企呢，護理你是做 sales 做自媒體電企事公司打天，你都好容易變成俾到大家地戰，俾大家記住契嗰個人成鬥邊都有人多地，你兩言講嘢，我都開始有份量名氣依仗智慧，自然跟住你後人自動退散貴人，主動埋身呢個世嘅名利雙收契個住。你要做開做細事呢，照立雨面將自己治得更加精神啲街路面契倉可都會好缺事，因為你抽意到所有契無光都去望向你嗰邊，你有接得做呢份關注戶口都時智慧嚟理咗自己處從位準備後呢都在替你入住。如果你發現身邊契家人仍然後事呢，是種組合有面契而種到戶口收買快啲，將呢一頓講俾住我哋聽。因為好多時候一個屋企四又有二個人先轉完成個屋企契次層，都係跟住送動呢。嗰時話呢，只念吩咐驗證過，契規裏一個人此身全家都可以沾光。仲有一種情況，我都有單獨講清楚，係就是有啲朋友生肖驗咗，不過月份冇驗又或者月份驗咗生肖冇驗呢，仲照咗半尾碼嚟到去比雙重尾碼弱啲，不過就死完全冇幫助。只不過更加需要考之後，我又講貴州人為間更，我呢故呢度保持遷遲戶口，覺得自己冇份就自暴自棄，天勢比契，四個大方向人理不契，是個最後一口氣強鬥呢。我只有朋友想雲金，我湖水魚呢是仲最何時尾，我照冇知去啦，是尾照只佢演擺跌咗地，啲人翻先自己只需原地打盡尾，防我只攞嚟又強契。依周四比賽所有人準備契，互分生肖互分月份人人都用的，你係加咗佢攞絲笨債自低，而家知道尾流呢，依周比前面是仲尾碼仲有，因為處事人人都只得鬥利契，啲牌嚟抽當以嚟試做現嘅件事，就可以將上半年數攞嚟搞低流財衰運，除啲清零呢，戰士更似生理簡單，不過好多人偏偏就是懶得預手。覺得反正到時嘅小動作似乎鬥咩嘢作用，只過擺錯過咗層年先等到開倉口，定到天年呢個時候先後許就已經遲啦，追去莫知。到時就係嚟雲我都幫胡鬥，你至多啲半咗，你互簽文口契電是咩嘢？是你烏齊齊層契的一到個雷王，你咪而出入將外面契士齊齊詞書原齊都係先經過呢個地方以契士照下契，而此世逼你想象中仲有啲多年，可能以一成過佢卻從為神，過處時都默默替你等住啲咩8月伺候，當而將呢快啲點換成對應，你處事制止契顏色，冬天處事契用紅色，夏天處事契用藍色，春天處事契用灰色，秋天出世契用麗色，未啲手啦，一個動作，你換上去嗰一刻就等於幫自己污切你在呢度文琴幫，你將外面契四當死文威，將烏肉面已經儲落嚟契齊切混混地鎖死虎鼻，處在流出處呢呢度文近就起，你今年最地契呢筆投資食虎鬥字多錢，決定都大用啲阿補清理死備方。同正南方呢兩個方位之年分別做兵符星同護黃山呢兩理星最正契就是烏州，同對之契就越亂越容易化作越對越久。籌錢呢照嚟你抽辦嘅時間將烏齊西幣照同正南照契啦之，即係對住胡用契嘅全部清走，佢屌契屌佢專契轉戶好制聖庭嘅地走就應該淘汰契亦嘅地嘅，留做胡單接俾胡鬥後草。你放喺市度偷偷拖嚟你可能住到呢個胡過，是則笑，只不過你成湖性好多人健康上契小毛病，喺湖上莫名其妙契流動整招嘗試，我呢兩個角落契污糟人面，你以為細潮好似閃，是次搶市度偷偷做怪日子遇嚟就變成大問題，我呢兩個地方一間淨喺湖黃契沙次，自然生活起嚟契流動，先可以真正到分時呢。一點好多人做完之後都同
我反應華晨個人一下子鬆咗，好多口試寫咗個膽子根，連瞓覺都瞓得好歡嘈咗呢。兩步，我仲送多大家一個小習慣，立秋當日早早出門之前用清水將污池窗台同玄關每一次動作護士負責，就使佢乾淨開步，蘸啲清水油肉面膜到脆面，邊抹邊係鮮油面，甚至將過去半年開酒肉同胡順一啲一啲，咁摸全口全一個動作，跌落好樸素，不過你未跌手佢隨時護成油面能夠生精，都能夠滋潤變美可。超咗大半年開始摸完呢一次，你會發現自己出門嗰陣腳步都比平時輕快啲嗰種俾一啲意思，拖住往前行開感覺其實比你想象中仲有用啊！我試啦，都有多講住土星窩開話。我呢，今年我轉個彎，太多人一聽到解元兩個字，就指望擺一箭，一換一塊地墊，從此就會流容易。咩都胡實，你天生就會跌錢攞嚟，做小齊等好緣之中自己。我睇你命由天定冤，有人調天時幫你契咗呢，杜文。不過成戶成的路去，都係靠你自己，冇人佢替你賣出呢。A 部我都烏地你超你，照你俾你契，只不過是一個自你契之慧，胡係爭胡事做嘢，就有契保證書，你應該清契合作都有主動去清，你應該收契先提都有自治處收，冇邊個可以替你行運呢？條路好好，指望天生啲線變天色，只不過師幫你打咗白 T 怕胡怕，都有靠你自己雙腳上半年契嗰啲闊。你可以將住當成4天地時度考驗你契耐性，考驗你史密斯時最難挨契時候，都睇得運之至趁得做場面。我呢分運線之時，你接落嚟接胡接得做好，元契關鍵。好多人冇細冇等到機會，有時機會嚟嗰陣自己已經先亂咗陣招，等到8月7號堅齊一開，你所有契準備先智慧，真正開花結果那個就是電嘅話，兒子強調最後呢可以特別關鍵，因為呢早日露面你作契，未戰死都死時到位嚟抄界契步伐，提前鋪路而保得護佢手，而保得護佢懶你。如果呢早已咩都護咗，跟住天上啲錢間嚟籌依家，你可能仲係原地踏步，拜拜錯過咗曾年最好契機會，等到年尾翻轉頭地先追回，當初電子冇咗前嗰種偶回契之位。我好希望引係個聽見，我更益契朋友就係調去多一齊。不過你如果呢早已有面將地電換好，將應該清理契照攞，清乾淨將手頭嗰幾個猶豫契項目，認真梳理一次，跟8月7號一度，你可以明顯跟住到身邊契做你是做智慧多咗樣，而都比之前順咗做咩，而都順受咗幾分個種，波契完互戰青天契跟住。會一啲一啲分到你身上，你會重新換翻個種。對心何啟贊空感我請，你同身邊朋友講，一句話遇到互信未完到尾，你埋虎間面對逃避，從來都接住互鬥問題，只會令個龍越嚟越大，越拖越沉重，你於是向前行，於是主動去調整自己契空間同心態，你嚟先嗰份清爽同光明先至會真正翻嚟原師。我呢樣嘢從嚟都是有先有升先調，遠升互定，就係好契時遠拜時贏錢，你到借戶做一個人身有面，量同咗名媛之人可以跟住鬆動，呢個武器旋路契講法，希望呢指定嘅次又一次，跟地攞嚟驗證過契道理女士不爽，我見過太多電影契例子那個啲真正成處低估契人無嘢護士先將自己身體係掉順咗，我只有朋友身有面。其實仲有一層顧慮，覺得自己上半年過得更艱難。4尾已經將真年契完齊時勢，新啲契意只會會更加差。我又話你隻護士間契天地運轉，從嚟都會喺一條直線跟跌落去。一息一村跟旋環可燒到最旺嗰陣，往往就是轉折。將支契成號咗號視野最新嘅震天光，其實已經射路上啦。你係加住咗難查卡就證明。你真正成正那個旋寒最低嗰度向前一步就西上上行，如此將地利切到花市奧去各處，半年做錯咗地，咩不如將呢份正頭嘈翻咯，用史字攞嚟呢早而如面，你個先制真正聰明契咗法，仲有電我一定要睇你，
呢抽過嚟作文呢，兩部都好代表一流用意志，好啟智圓面。嚟到一部攝翻轉頭地下試比方，統鎮南方由冇有開始對野民求啟地端，由冇踩到烏州踩到趙呢地時者，地落無詞，現處事注定呢古今此人唔能夠一字排做。你行落處啟關鍵我見過，烏州朋友離秋當夜做得有可草天，結果過咗一個月烏齊又翻晒處，就讓猶越堆越多。更讓伊利口保農業積嚟嗰啲鼓勵好快就散晒，等於百忙而成。所以我勸大家將一次調整當成一個開始。烏西二次升級人物之後，每隔一段時間抽10分鐘出嚟翻轉頭檢查沙。份堅持先至係真正去將口源留住啟未住，別人係戰敗戰都有用。好啦，今日啟內容就先講到呢度。我知天細啦，地之後好多朋友先遇面已經是道默默，對照前自己啟生肖同出生月份是咪先有面，已經有咗答案，是咪發現自己仍然好的攞其中一個，做下有面先遇面細尾已經開始有啲期待啦，未時時先有面神家，就低下頭遮一遮日曆，確認下自己是指嘅措施小咩生肖陳後咗，就係留言處話我知。寫清楚你啟生肖同出生月份，我可以薦這位朋友專門時在線幫你嘗試這一節。你啟你抽開尖庫未碼到底是邊一種？底下你係胡係言人好就識。我頭先講個視眾人之一講講，胡買呢以次俾我剪中啟就係你未胡字嘅順手經過，暫關注一下你嘅賬號，將個小鈴鐺都打開，間讓你抽當而我第一時間出啟利用。你先胡會錯過尾，到時又派打別話，冇啲到最去無幾機會，我已經擺喺眼前啦，就早已像爭胡爭講斷又胡斷。不過高你將應該準備啟，亦都準備好易啲，都胡時節都易啲都可以拖，應該預售嗰陣就由於手尾定到你抽當而先手忙腳亂。我知道屏幕前面啟，你可能呢扮年過地比邊個都辛苦，可能有時也撐過咗好多。地啲人的胡戰契嘅話，可能你個人狂啲做胡手，讓胡出求契壓力，我肯話你知呢啲苦天地都的，先有面從來都胡會敗，你能夠堅持地道啦，到本身就證明你是個願意為自己努力啟人，跟人啟人最容易知道一組天時地過嚟啟呢，份料我死啦，都等咗8月之後個月，同大家一起迎接呢二次尖水富值尖庫打開啟。後些後我相信地道呢度啟每一位朋友都是有新啟人，除咗係視別呢古正詞轉故啟人，只有你如意事呢就以如面為自己多作，我呢一啲啲努力咪就俾自己重罰上半年啟以限，只得將戰意呢意志進化比你最生性個人等處都守成地彎路，多知分地後願我哋嘥字不見不散。各位知翻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追面珠寶堂，我是你啟頻道主持玄學，從來無需遙遠元書啟樹運，細土幫大家經營呢層原始啟，使用新話我哋將傳統至平命啲玄空風水惡命解元提示，砌幾相嚟統我都聽得明水手做得到，啟解元方法某神柳樹寓意胡石更諸法詞實實在在幫大家打理。好味嘅原始上次同大家分享坐視一生少啟師精守護神而只是留學貴人，唔知大家揾到身邊啟貴人啦未啦？有啲地方可能已經發現原來自己身邊一直都有假間，我未支持自己啟後拍檔，但是有時候就算身邊有貴人，如果自己快練啟師師5號貴人啟處理可能會大打折扣，甚至明明貴人使到你到地處好多反而莫名其妙，就一度啲小人微思，所以建議我啲跟正嘅不同大家講，能夠更加貼身更加自給見效啟方法，就是透過每日啟護膚同化妝去調整你塊臉，啟這些花計受人催旺人緣同桃花運，好多人以為地上好反覆有啲軍人而形成搞到頭都打刺是最直接影響到你每日人緣同桃花啟，並無是你啟好官身特正活精，而是你面上啟氣色同光，就啲塊臉啟光眼膚灑啟運作，使緣卡上直接反映出你當下啟氣場同歡喜。
今日我會教大家一個3秒面上開句策劃，只有你識得3個關鍵部位，就係用一啲好簡單開護膚步驟或者化妝技巧，就可以10分鐘之內將自有人面上嘅轉成為貴人磁場。記住呢啲方法絕對唔是要你大費周章，而是融入你每日嘅生活之中，等你不知不覺間就催化晒啲能源。首先我哋有認識喺第一個部位，就係煙提煙彈死邊度，就係你2條眉毛之間開位仔四旋水面上樹入面，煙騰代表而家人開生鬆擴弧擴市道夠唔夠同埋你當下開完是走向，你可以是下令快勁處理，往係往你2條眉毛之間開皮膚。如果你發現煙騰生慢咗閘，冇兩邊眉毛差唔多連埋一齊，這是樹層開呢一之位。近你要注意啦，差毛都代表中容易有魚之上，而你轉鳥就尖同相處，開始有手嘢就好容易產生誤會。明明是小事都可能因為你防護低而演變成是非，所以應談有時某開人小人特別容易埋線。另外，如果你言行啟負實人也間比，甚至好凹凸凸凸冇光澤呢，個代表你當下開運是受罪。貴人上班嚟，但是你開磁場就好事別則做，奸人哋的你互稱自然就唔會貿然伸出援手。咁點樣分寸呢？好簡單，你一定有養成定期清理。煙壇自毛啟只怪女士們可以用眉前輕輕將兩眉之間啟自毛拔除，記住午後抽車用剃刀意料擺料，最好是連根把持保持印堂皮膚乾淨。目標係令到你印堂開闊到至少有2隻手指咁闊咁樣，先叫做開印堂成堂開闊聲爽，先至會開闊人員自然可以隨住你開氣場打開解散。每日早晚護膚開始後，你可以用手刷面霜或者精華液，用指腹使印堂位置輕輕打穿，按摩有力上圍推，大概半分鐘呢個動作，唔單止可以促進數液循環，令煙壇好實變到紅潤有光澤中，可以幫你梳理思緒減少焦慮。如果你有化妝時關間就更加方便啦。搽完粉底之後，用一啲帶有微光啟遮瑕膏或者高光粉輕輕點瀉煙筒位置，然後用手指輕輕煙開甩高動作時化妝嘅膠，打亮煙筒可以自是令你開煙筒，跌落補滿發亮你護好啲少呢下煙淡化啊。兩是算說上是成元啟象徵，代表你啟運勢大門，打開貴人遠遠望過你，都覺得你隨時後自得成來，自然願意俾機會。你學咗我曾經招過一位做保險啟朋友，處情啲模樣地卡清清沙，就走咗後了，我就處每日翻工前按摩同打勁印頭。1個月之後，隨話的確明顯做到賴咗中，主動加蛋那個就是煙騰啟威力。第二個一定要實開部位，就是頭額頭係面上係有面長官老公代表，你啟4嘢前途獎比圓同埋生事，對你啟上市選書互成油面。我投訴可係一把照亮你前途啟名單。你有冇發覺好多成功人士搭此嘢啟老闆，可就時地領導人處跌，通常都露個額頭出嚟，光光蒙蒙，好少去將額頭執得嚴嚴實實。那個並唔死，偶然係因為額頭爭光，代表你啟河黃河旺，就代表你啟貴人緣同社會地位能夠得到彰顯。相反，加好多後生仔女曾以留口仲啟留些更陳個頭看到屎蝕。你話是胡技巧的可能是錯了，但是傳說就呢嗰4張字啟明燈捉住，令你事字產生好容易被忽略。明年做嘢好前理，但是上世就是啲你估到身自家先用完某呢份跟殘啟，是有時明明胡是你作錯啟啊，都因為你胡糾正一俾人推咗出咩過呢啲就是小人作祟啟一種表現。所以如果一住得自己明明好有才華，但四次壞踩暴雨或者陳日被長工樓，你最好檢查下嚟啟我頭，4米陳日俾留係遮做。當然我明白胡世每個人都是好，完全剪奏。了解可能有啲朋友覺得丫頭升得胡夠精，或者習慣咗某個化成胡事，但先一場化解化後簡單。你胡需要一刀切剪晒啲劉海，但事實仲有啟長可。你做專攻面食專課啟中有會議，甚至喺第一次約會，你可以用一個簡單啟小家子，將劉氏輕輕撥開家四口定。
或者錯邊總之令我透露出理智粗度光線。個動作本身就已經是度幫你提升磁場，定對方佢清晰啲到。你整個面相你睇喺額頭花亮線線都翻晒你。如果你有化妝額頭啟粉啲指地又選用，有光澤感唔好用全亞嘅啟粉地，因為也只為西光你額頭底落雲蛋。你可以試個頭陣中央擦手手高光，令額頭地攞薄咪有光澤呢個視上去就開光明，有助提升長輩緣同貴人緣，好多作大聲嘅啟朋友。加到陽層嘅時官，就是每次一回儀式之前，先吹出洗手間之後，佢做啟辦磕頭，再用指尖輕輕印照額頭啟有光，再不手手粉確保額頭清爽。由光臉那個人變成吹啲啟那改為儀式。你到其實下游聽日開始返工前奏，一周正確保你啟額頭是精神光精啟。你會發現上司同酷對你啟態度慢慢會有微妙啟變化。第三個要留意啟步為觀視到你啟間情同人際關係，就是尖文同你談啟位置。尖文是邊到你指示你太陽穴對落言尾嗰個位置，面相穴就扶持宮。你都就是你言道指示言大嗰個位置，面相穴就指女宮同西醫代表你個人緣同一成員呢兩個處啟皮膚狀態，只知逐制你啟頭挖穴，事後定位以至你是人際關係有面。去互去容易被批判。你試下之後，正如果你尖文啟為之，幾時言為嗰度長次有間紋細則眼塵或者生咗好多點點間，你有特別小聲啦呢，仲其實代表你啟間層容易多波仔。就算有伴侶都可能會曾因為小事嗌交，或者覺得對方無理解。你係對於單身啟朋友，尖文間彼岸也好容易施現到所謂啟爛桃花。幾時個地至四上雲沙湖四真星啟對生，令你喺感情路上跌跌撞撞就係跌沙泥塘。幾時你啟現大位置，如果呢個位置長此掛着絲藝村人地負重，或者時晚不適運那個操作反應，你雖然不足之為市面上學生總代表你是人際關係有面，容易做了是非，甚至被朋友背叛，因為現代位置受水水，組織係同情緒。如果呢度個乾淨，就好似一潭死水啊！反映出你大人處事容易有盲點，認錯人啟之可以後交。跟電影花技呢，其實方法一樣，是融入異常護膚同化妝女士們。你啲美要護膚啟時候，一定要用保濕眼霜，用無名之啟則好清清。電影是眼尾尖紋位置同眼帶嚟，坦位置自整手法有溫柔纖細，唔好大力拉長，因為呢啲位置啟皮膚好薄。按摩啟時候，佢由內眼就開始輕輕打穿至眼尾，然後指示是眼尾尖紋度輕輕相提拉那個動作，可以幫助提升你啟頭髮，為等啲口啟緣分。上你溝濃化妝啟時候，可以用調色側下溝，你要散運雨射或者橙色啟即茶葉卜卜離塵，即就係完全令你頭位置跌落間即部慢跟注重電力啦。你可以示現為尖紋。各位自擦手手帶有虛光啟粉紅色或者珊瑚色調啟顯現，又或者輕輕手手手晒紅時現位對啟全顧位置。啲粉能啟射調是旋樹老面，代表桃花能夠隨彎健康啟秒同2000元，令你啟磁場變得更加自然。但是製造千祈唔好搽得太新實或者太誇張，但好時天人透出嚟啟，好喺你就最理想難說明呢啲水人無化妝。但都有保持做堅仔，每天就像洗完面可以輕輕按摩眼帶位者，促進血液流通，減少負重。如果你成日對住電腦導致眼光疲勞，即係定時收視，因為疲勞啟眼神，落好多冇神采呢，仲絲綢最容易炸嘢受熱，口水令人住喺你口時好無奈犯奸，明明冇啲罪人都變咗啲罪人，全民求錢，用手手清爽啟演上禮儀。就好現階就保持水，遠近程嘅鹽水都可以顯得精準，好多人緣自然就可以解身後啦。三個關鍵部位已經同大家詳細講解完，我哋重溫呢隻地，然後又開闊花亮啫，胡千更係令個人低調。你啲後個頭有露光波開了係真光長輩同生思遠。第三張龍同你牆要保持水潤亮就華仔力，桃花同小人是非的三個部位。你只有每一話手手時間，
好你1分鐘之內就可完成。但自己俾你契完式改變絕對時薪原啟。好多街坊曾經同我講，處啲跟住呢啲方法啫，就5-4個月返到公司，發覺嗰啲同事對隨地有神咋，就連平時口手清潔啟下頭都主動走過嚟問佢近排先咪有後生發生呢個就是此事契為你講到呢，都可能由朋友去雲間。如果我本身契膚色比較黑或者皮膚狀態，護士剛好試面就做定冇完成，絕對會喺面上細寫啲契時光疾同保蠻多。護士你天生契膚色深淺皮膚黑契人，只有保持皮膚有健康契光仔一樣，佢應淡化你皮膚白契人。如果蒼白冇樹勢一樣，會被人住得冇精神。所以重點是打理好你契膚節保持衰，有平衡地攞健康保蠻。呢啲都是日常佢做到契，同你買壺買啲瓷貴嘢壺罐傳輸最正有契，就細先睇同時君子啊！你近似之行就已經是最後契這世等人。我明白有啲朋友有妻4年自己必早打契老油劑，可能平時冇化妝習慣，又或者護喺後時的電影處按摩護佔優。我就係招多這個護士化妝平時靠你嘗時光契方法俾你參考。呢就你咪一試面啟時候，用溫水某精清清富士恩糖同亞糖大概細30秒，但是無從蒸啟，然後就是用凍水沖洗啲啟能日照體啟方法，佢促進血液循環，令你現糖同額頭啟膚色保持紅潤。至於將文桶裏頭，你可以用濾茶包浸濕之後放洗雪櫃水凍，然後時間定大位置大約5分鐘濾茶。有抗氧化作用，可以舒緩眼部負重同減碳。係串呢啲都是護士前啟方法，但只有你近做效果，護喺個地貴格，好負平之做完事先自己經營出嚟契。你點樣打理自己概念就是，你點樣打理你契人生好嚟噶？你正樹時點樣用3秒推地，自己快點契次師同1分鐘去調整。但是有自住呢啲方法後整就辭去。你正意做咗聽耳胡作奸嘅效果，就係大大滯扣，最後是將處變成你咪一契時君，口是刷牙市面間自然走。你是神晒咪就醜就齊身就勁，你先望一望自己契恩，彈夠胡舊事個頭去護去被頭髮執住，言位夠胡夠正，跟住就做雙形契護理。做完之後，別個笑容跨正與面契，自己同自己講一聲，今日一定順順利利。貴人嘈住那個小小契儀式減負擔，只可以改變你契面上，仲可以改變你契身態，令你成個人充滿正能量。正能量真正就是最強打契風水。我知道聽完經理契分享，有啲地方可能已經自不記帶上時差，又或者有啲朋友想再問到堆關於自己跨年契問題。好，歡迎你是留言區度同大家分享呢，都你可以話俾我聽，你平時有冇料？了解契習慣，或者你因談又冇生事冇，你覺得自己最想改善契原則是咩？想避開小人頂事想隨旺桃花，不論是未運氣都歡迎你寫啲，我同團隊去花時間地晒你啲契留言，盡量時之後契片度指達，大家契而運，你契分上互單，自契幫到自己，更加可以幫到其他面對正同樣問題，契朋友一起交流，一起進步。呢個4傳契力量幾好大家，當大家都與你分享正能量契時候，我呢賭契磁場就係越嚟越好。最後製造一疊著名珠寶彈契中節，即係破傳統傳說契萬卡，將天間地支湖神使之榴蓮爆糕呢，地支食翻你層異長樽家，皮是山叉形時條離家珠擺石調整出長方位挑選燈。你可以隨時隨地用旋護士威聲，而外頭人人都能生受的。而從原是打理只能先打理好身邊，此上你清私處財務人員正人順暢，腳踏實地過好咪以將居住穩正，同生活習慣打理妥當，本身就是最後契風水金。翻轉頭先至同大家分享契3個面，相關戰報為止，是我地面上4例契地衣服調整後面上。你契人緣已經契實這世身邊契小人，去慢慢遠離貴人，去漸漸微絲。但是你又冇發現有時，就算你人緣好揾到錢，但是錢包裝住契錢好事是喺自己腦就間，
你平時一啲好少維繫習慣，例如你點樣付款、點樣備份現金同散紙，會唔會其實是到某某政策佔你啟財成嘢，令你不知不覺借流財不斷呢？我可以同你講有低層生活開銷動作，你可能一日都做正住得好正常，但是傳說角度正正就是呢，啲事關令你踩奶，踩出草豆前沙車。我將會同大家公開五個二層生活，不知不覺跟走前踩契壞習慣，可能只係一個百元包契方向，一個付款食蟹壽司就已經足夠令你開齊富春晒龍。如果你後上知自己仲做幾多樣，同埋行樹點樣用幾秒鐘先，隨改變一啲習慣，老老守住你開財富間，你就一定有知書受地專門住寶壇自足智慧。是劉備有準備契，更加是劉備已經訂預咗，打開咗少陵燈契成冇仔女，你今日訂預咗 sorry， 那吉之後你收走錢財嘅微微，就可以準時推送。比如話你冇訂預算話，可能就胡輝仔推薦我第一契片俾你揀，你就會錯過那個珍寶貴契流彩破結法。你話是咩後世啊？最後我想再一次都係更多位置方朋友用。你寶貴契時間聽我分享，如果你覺得今日契內容對你有啟發或者幫到，你希望你唔單止自己收買，仲可以喺近影片下面契分享尖嘴，將那條片分享俾你身邊契家人，同朋友特別係你關心契人，一個簡單契分享可能就是幫，除打開祖先改變原世契大文送人回歸手有齊生幫人天。夫妻你自己都會知道好多輔導我大晒一次見到12次決定養間走樓才壞習慣受住你契辛苦錢，記得訂閱打開小鈴鐺拜拜。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喺著名風水堂歡迎你到今日期節目。今日條片內容非常非常簡優，和言清面目前係令一定有賴身的晒，除因為曙光互道靈同靈全家大事。是2016年後8年啟平安健康，以至時齊圓同行嘢呢條片，自知千金傳世時賺精華層嘅家，就前個關注字只有訂閱咗，將來遇到風水生契以難先至唔會錯過。我第一時間為您送生契化解良方。2026年是丙午馬年次馬紅人聰明樹同船樹契照到嚟啲呢個本身就已經4個充滿挑戰變住同考驗契年份時間過得好，快盡言之我第二正嚟到年中就快進入下半年啦。今日我時都有同大家講一個仍然由地先精契小事 part， 就是2026年下半年契風水格局，處契鬆善程度可以遠比上半年主理整體注釋更加複雜。可以話是最近10年甚至20年都少見契，而家空主電者我更加肯定咁樣講，因為食旋空飛星風水契提示入面，時間契流轉唔單止係春夏秋冬契變化，更加是照理性有時宇宙空間要命自己同能量持消比漲係過程。踏入下半年隨住流四節氣契轉換就升飛公契力量會進入一個新契之端。自打鬆性契力量唔單止冇後世好多人期盼間見咗，反而係因為各種天運同數理生契巧合變本加厲於言語你當中最合心意，都最值得我哋正提契一點就是五黃會太歲30會水破，再加上三倍星同時飛零三大方位導致東南西北呢4個正方位，每一個都暗藏殺機，每一個都存在巨大開風險。今年下半年我哋不住契和星官戰此，只有一個隨五在4朝在五在4朝時，一到五4求桃花四花沙花沙在華沙華沙時和第一契第有四第一原則係1對4契，根本只有先將第三契化解咗，將平安保住咗，將我哋同自己家人契生命健康磁場穩固住，我哋先至有資格去將其他契嘢。大家一定要將呢一點老老仔細深入面，我哋建議就花啲時間將2026年後半年故此需要做一契四大宮位，處啲分別係帶嚟啲咩嘢災害，以至最重要係我哋應該點樣運用風水物品同步住技巧去有效間化技。以次我同大家講清楚講頭貼。首先我哋第一大宮位，而是今年下半年所有宮位裏面契中之重，就是正南方電子又將正南方擺喺第一個例證，
因為處是空中之空實在所開源頭，是今年下半年最需要我哋打城市一分精神去應對開放未時懸空飛升開理論擾面。2026年五黃年誕生呢，例如大開凶星飛臨到正南方，五黃年誕生是咩嘢處？被歷代風水先賢稱為正官煞是年誕生，而都是我哋情意講開戶字大煞啦呢星時，就先上面成字最惡劣，主要是個疾病而壞曙光之際，甚至是軍事是非同流餘之際。處是全年當之和魁啟地大凶星更加自受啟示。2016年按照間則嘅年是並5年是風水啟題入面，太歲方就係正南方咩，也叫做太歲。就4年當中最大嘅力量4大元啟主宰。我哋尋日將太歲頭生動圖呢，主下意思就試試太歲所在開方位進行修走動圖，或者就4月份做太歲，去做一次打開可患。加五黃年誕生呢，你最凶啟祭先偏偏就攞咗四太歲所在開方位，那個就形成咗風水上之危為凶星啟個主，叫做五黃係太歲。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個本身就凶神而殺啟壞人受傷，又攞住早已許天未地啟武器，處啟力量係之間恐怖五黃星遇到太歲，處啟空城處啟破壞力，下只是加倍戰者是以指下指數。間真處好多度過往仲啟風水前輩都彈人啦，個事例年戰果最渴望啟五黃放其威力，甚至會超出我哋一般人啟預之同想象。所以如果靈屋持啟正南方然後死，人家大文事一家大事未出入必戰之路。如果正南方是靈，每晚上床瞓休息啟走失事，另一日與面聊到最耐啟地方，或者如果正南方是烏齊啟處方是主可收拾之地。間一個方位對靈屋此場啟影響就會是直接同住達啟。無論你屋企正南方係咩嘢功能，只要處屬於情有人可動做最啟方位，間零時今年下半年就一定要打成10分精神。你地方呢個方位是今年下半年有3大自然，我是都同大家講清楚，一定要記住，第一絕對唔可以動土，唔可以有任何城市啟裝修改造。超長中選並指定成為無效化大型土木，就算四市場上面更理便利，掛符畫或者搬動一下，陳重啟家寫都有機會。驚動太歲同五黃煞，研發不可預知嘅後果。啲下有避免時呢，各方為擺放人效黃煞啟護片，因為黃煞五行受土，會從能量上催旺五黃星啟土成靈處，變得更加暴躁。凶悍地山又避免時呢，個方位擺放任何紅色啟護品，嚟到紅色啟對連紅色啟地提紅色啟拜見，因為紅勢五行受剋，可能生土就好似被五黃煞添加齊剋，去令處啟凶性大化而化不可收拾。從身體健康係層面嚟講，正南方對應啟是離卦是人身上代表啟，是先增時數埋眼睛四頭部。如果正南方啟五黃煞啟，被嚴冬君住就特別容易有發生腦血管方面啟突發性疾病，嚟到高血壓、心臟病咯，更中風等等，同時都有注意眼睛方面啟疾病同意外傷害。特別值得強調，啟是離卦是人無生代表啟，始終女嘅是家中中年女性啟元師，所以如果令或者領悟其啟女性長輩本身就屬於心腦血管疾病啟，較為人傳。今年下半年一定要定期去醫院做體檢，做好全面啟預防保健工作，千萬唔可以收好大而家問題嚟啦。正南方啟五黃煞同太歲，咁我問我哋應該點樣去發展呢？方法其實好複雜，但是關鍵在於我哋一定要用人五行做人動作。四五行生確係原理有咩？五黃煞屬於土啟能量。過於旺盛，我哋就要想辦法去寫咗處個生啟齊身啊，互施出現朋應，間同處對抗土能生真。仔細發展可以消耗土啟能量，將土啟空成轉化做，你就走咗一正時土。所以我哋可以試正南方擺放一啲五行樹精係護片，嚟到統治啟好咯，就4個非常好啟選擇。好咯本身是風水上就有受沙化變啟功效。加上處啟齊就係填五行樹精，能夠有效間射掉五黃啟土氣，又好似漏地前漏地前，
是清朝最鼎盛時期6位皇帝啟廷前匯聚咗強大啟政期同建樹性能量，同樣是非常好開化。沙利齊領眾佢市鎮南方擺放一個建樹啟音樂和建中必曲，發出清脆樂啟聲音，因為聲音都屬於建啟一種表現形式，同樣能夠透過震動嚟化解沙氣。仲有一個更加簡單方便，人人都做得到啟方法，就試試呢個方位啟地面上鋪一張虛實啟地體，大家記住虛實事物神中都受煎，雖然冇同此間直接有力，但二之樂理之下同樣佢事物成中削弱無妨啟破壞力量。請大家一定要記住正南方今年是重災區，右面啟重災區必須要優先處理馬虎，我哋好嚟將運正南方，我哋順住羅盤啟指針，將目光轉向同處調調相對啟第二個重要方位陣，北方2026年啟風水個主要面陣，北方同樣是一個充滿咗風險同變數啟方位處所，面對啟運，佢同正南方正未相連，但是又截然不同電遮間疆。你因為太歲是正南方而同太歲所在，方位呈180度正對嘅方位，這係正北方是風水中就叫做水破方，大家從一個名就可以聽得出水破方，同太歲正面衝突，正面上衝啟位置，佢本身就是一種智慧不穩定啟氣場，更加雪上加霜啟示2026年啟三沙，幾時嘅沙仔沙水沙呢？山里專門主管破拆，就係過意外啟送聲主可，而都查出落咗細陣北方水破加三沙，呢兩股凶險啟力量，大家每次可以話師兄生加兄各不登成好多對風水類，有了解啟朋友都知道呢句話叫做三沙位，或者正背動啊想背咗呢句話，是咩一時嚟就試話三沙啦個方位，你啟市遠湊湊向佢。但主對戶蓋嘅坐施時呢個方位上更加戶蓋時呢個方位有打啟動作可變動，所以2026年啟正北方最自然啟就是一個冬子。如果連屋池啟正北方然後是施工地盤外面有打光又挖住或者令至自戶池，淨係到對正北方呢個方位正成裝口繁星，又或者呢個方位曾一有打啟就因震動，呢路跟住電梯草跟住馬路間就有各位擔心呢，仲東啟磁場會好輕易就延動水破同三沙啟鬆成，好容易導致屋企出現破財、資船投資失敗啟政治問題，是或者是研發官非常單求，社就份甚至是家中呈現發生意外碰撞跌倒等傷害事故。另外從大啟地理環境嚟的2026年南北呢調中雜線，到護市太平安無論是從旋空啟呢次離地，定是從太歲同歲破啟衝出官司離地呢，挑戰生啟磁場都處於一種非常不穩定啟狀態，尤其喺香港呢仲交流大30年嚟，南北上流雨林次處比啟地方，好多住宅啟窗或者大門都延後啟，市正南或者正北受到啟影響，佢更加自己同明顯好多知名啟風水師傅都係公開擺款呼。睇成個今年38年，大家要盡量避免出自己出身地啟正南，統鎮北方旅程出差，尤其係戶好出各地，啲是閃轉人，朝自用啟地方出城，一定要將安全擺設地位幹正，北方水破加三沙應該點樣化解呢？化解啟方法統鎮南方有相似之處，但係重點有所不同。因為呢兩個方位所面對啟沙氣成之互一樣，正北方啟問題核心在於衝同動，所以是處理上獲地啟核心原則以靜止動同而轉化沙。如果正北方是連家大問題呢，戰無理起啟然後，今我建議令死今年下半年盡量減少開始呢道門啟次數，平時最後鎖咗處由斜門出入，如果條件所先大門一定要曾一用。更建議明時大門嚟吉鋪一張灰色或者白色啟地鐵灰色同白色弧線都屬於戰爭啟能量，可以有效金化子同緩沖水破同三沙大大離啟，沖之嚟同時令眾啟時正北方擺放，而對同皮收皮收死龍星就自之嘢，有嘴護光專門吞噬時，周齊占卜死非常靈驗啟歲收同節啟皮收，唔單只能夠形成寫沙似齊字。數占同樣能夠起到洗土化沙啟作用，
令到佢簡單間擺放一個金屬啟擺件或者一個筒子，啟平安中利用金屬啟數沙積齊嚟調和呢，都啟走東同湖穩定。總而言之，對於鎮北方，我哋啟嘅新思路就是一句話38年一靜不移動。呢啲為生顏文第一站穩，南北呢兩個中澤線上啟打空方位。我哋在地下西方是2026年後半年啟風水版圖樓面。正西方同樣會是一個可以令人放心啟方位。今年3北路全星飛領導正西方3北路全星是懸空飛星入面。是歷史飛星隨主要掌管係構射是非爭鬥數啥，而這四度陣呢，歷史以嚟非常容易引發家庭內部矛盾，夫妻感情私下自殘，小人等都同官非樹即係送星。你先審查，如果一家之中夫妻之間情誼因為雞毛蒜皮啟是挨打咗父子之間，婆媳之間矛盾不但你頭家仲可以安寧咩？如果職場上令辛辛苦苦做出力啟成績俾人搶走，仲有情義有人士老闆面前講明壞話，著名小孩明啟事而仲佢順利咩？如果呢啲情況最真是令身邊頻繁發生，更令住有好好檢查沙令烏齊啟陣西方四面吹做問題，特別是從理啟找到離地。正西方屬於高家卦死八卦路面本身就代表口石，代表受女，代表死語，但是同時都代表作為執統是非。我3北星離是飛星飛領導，國啟方位是風水中呢個叫做凶星，以本為子時其實空星落到咗，處最重意義都最能夠發揮破壞呢塊地方，那個會令是非矛盾啟能量得到最大程度。啟方大同之話，如果呢各方為人好事，佢聽預面啟書化為私家人，每意住埋遲啲電室清潔啟主要活動區域。或者是消防用面書係啟朝上市利美利扶穩工作啟地方，間得仲求實是非啟磁場，只好就係戶局避免啟，佢係好事萬成都有緊啲，意義的前後令家庭啟係認同行業啟根基。另外3北星時我行生樹木木啟頭成勢生化向上，等過往啟冇就會變得固執厚道，爭強好勝，所以時話嘅3北星啟時候，我哋同樣會可以同處正面對抗，又採取疏導啟策略。五行中無能生可只係化合，可以調務啟過成能量增務，各種身形固執厚道啟特性，轉化成可啟運命溫暖同光明。所以化解3北星最簡單有效啟方法，就是用可理業務具體操作起嚟。我哋可以使你個正西方位多擺放一啲紅色啟物品。例如花市場上面掛一個紅色啟，中國記事繡花上面放2個紅色啟，或者是櫃上面點一種紅色燈就啟提燈。呢啲紅色元素就好似俾個躁動不安啟人。一杯清涼啟茶水能夠宣訴平恩是處理先啟怒和同爭鬥走。但是呢都要同大家提個醒，我哋只需要掃紅色啟就足夠啦，天齊午後陳煎飯。都搞到大紅色依然望過佢都是紅色，否則可似個生活紙被反反去研發先啟問題。嚟到脾氣暴躁身負持周，失眠多夢等等用少數紅色係糾正就能夠達到視量波千精啟效果，將是非爭導啟負面能量轉化成可言平穩，直至上上啟正面磁場。同時大家都有自做市政司方呢各方為今年下半年設置北方人口綠色啟自護，例如綠蘿發財數富居住等等。因為綠色樹木擺放植物就隨時都幫3北星加燃料，會令木氣更旺時非議都更多更深。接下來我哋的今年下半年第4個需要我哋高度關注啟方為西北方4八卦中屬艮宮官，為天為父代表啟示家中啟難住人之消嘅長輩，同時都代表權威地位，令到你同行業原是佢華西北方4嘅家庭啟天花板4定安潮所在啟位置，各方為啟風水後開，直接關係到一家之主啟事業成敗同身體健康。跟住2026年趙星輝公啟季節，係主民生世下半年非零是北方，而係主民生又名病虎星，顧名西決做官，就喺疾病生同衰弱之期。李星雖然冇五黃年天生金猛烈，跟住有會咩聖誕柱啟睇電視漫長持久煙於好似慢性病間慢慢消耗能啟元氣同健康。
那個就意味住今年下半年家中啟能成長被同志調下啟身體健康，院士將會面臨比較嚴峻嘅考驗，尤其需要重點關注啟四肺不同呼吸系統，因為乾卦對應啟是人體啟頭部，古個同肺不同時有與喺星屬土，土時中一定啟是脾胃同腸道，所以都有特別留神腸道消化方面啟問題，例如腸胃炎、消化不良、便秘或者杜腎等等。好多中老年男性平時會最終體檢小便小痛，中醫時定個四今年下半年是非常無可取啟，不過大家亦都唔使過分驚慌。從五行生可啟角度嚟睇，喺星屬土四備方，監公五行屬金土能生金。只是話監公本身啟正詞佢未掉，而部分亦確性帶嚟啟土氣，所以除啟破嘅性勢理論上會比五行沙士一啲，但是即使時間我哋都絕對會可以調回清升，尤其是烏持有老年難行或者有長期慢性病患啟觀眾朋友啦，個範圍一定要處理好處理到位，對於西北方啟喺並輔星處啟化嘅原則。同正南方啟五行沙士一樣啟都係戰，試圖一個星屬圖我哋又用正嚟微嘅調處啟，並且我個人最推薦啟方法，試試西北方先怪個同葫蘆是傳統文化釉面，本身就喜歡它啟上陣，同時因為處口四度打啟成狀，有住又收沙，那次花子並齋啟神似功效同志啟葫蘆。更加事無成熟，正是花者喺並府先啟補自旋草咗同葫蘆之外，另仲佢四北方擺放一個根樹啟種嚟，最後四個仲有規律地達生啟之四種，因為規律啟聲音能夠穩定磁場，真手啟喺自就能有效間或者並啟。另外同正南方嘅樣呢，各方位都絕對會可以東土，屋企有大成啟裝修同變動。同時都有避免擺翻紅色啟護皮，因為可謂生土係家中呢個星啟並且呢都有特別提多。大家電呢各方維護可以擺放魚缸或者水種植物，因為水需要佢生活，但是呢個特定啟住和路面水會跌掉間工啟經，堅持一旦被輸落除就冇足夠啟力量去擴置，同花子喺啟土氣啦，凡你可以令喺啟並且更加旺盛。保持你吉方為啟乾淨政治至關重要，千祈唔好時到對方炸糊，就三照電器等否就好嘢之期，去加重益佢身啟並且對家中男主人啟健康造成更大啟負面影響。如果胡妻啟大文可住租自然好位於西北方間，就更加有注意以上所有啟事項。我哋就將今日啟重點利用快速回顧一遍，正南方五行連爬身。佢係太歲啦，跟住今年最鬆啟範圍，我哋一定要用正數成啟護偏理，或者正北方水破係核心山呢，各方位最接互同土同咒煙，我哋漸撥一動，同時都可以用正數性啟護偏理，調去磁場正西方三邊路全星組是非求是，我哋可以小互此擺放紅色啟護偏。嚟咗條處啟無啟單車至擺放類似植物，西北方喺住民升住慣子並同生互同，我哋同樣有用同車精樹護片嚟這條處啟並次，東南西北四個正位，今年下半年全部都有風扇，家家戶戶都被互鬥就互水，嗰時阿 Ken 026，你哋時候不連風水不佢啟重中之重，千萬戶佢屌而清新，近到最後我仲有語重心長。跟住提醒大家一點，我哋處世風水了解風水運用，風水最根本啟冇地，是咩嘢是為咗退節避凶，但事實好多人生地如面已降到補主，第一反應是神主點樣催財點，陰旺桃花點樣升職加薪，個當然冇錯，追求更美好考升可是每個人係全理單四。我想請大家記住一個最重要啟先後順序，就四是人後時候。我哋都有先別空，然後先至啟係除頭幾。就後時我哋要去打仗，首先後就啟先增固自己啟城牆，保證陳詞唔係被敵人攻破，然後先至可以考慮點樣出兵去攻打敵人去佔領星啟地盤。如果烏齊啟窮位都為處理好，嗰種殺氣並且為隨時無隨時為流。你令敗子都吹柴胡片子利喺啟，橫原花刺都抵擋護住沙切啟正面衝擊，
反而會因為能量場太混亂而是突起反。所以我使到第三次向大家強調2016年下半年華沙士，我哋啟啲業務時也都一起啟中心工作。今年啟分享內容信息量非常大，關鍵啟知識點非常多。如果你覺得有用有幫助跟，你一定會好理解要零花打啟戰手指電嘅值，並且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啟親朋好友。特別是嗰啲屋企正準備裝修，或者有老人係老契家庭呢，地風水相契政治同化解方法，對處啲嚟講真係太重要啦。可能連是水手啟進化，就能夠幫處啲避免異常不必要啟債和患上嘢嘅家庭啟平安同幸福。同時我都非常歡迎明明是留言區留下靈啟意見同問題話俾我知。你目前呢4個方位分別都是咩嘢功能是大門、西式、西式廚房、定式廁所。另有冇遇過因為方位互好而引發啟反先事？我可以親自薦選你哋有代表性啟運到上西啟運題，是之後啟計冇中以專題審視，為大家逐一解答，幫大家排憂解難。最後我希望大家都能記住並進行我尋日將嗰句話深海3年住屋。摸咗眾信奉承，加上風水啟下嚟補住，我哋一定能夠逢香化子，遇難呈上著名風水堂史，導致所有啟觀眾朋友，是2016年下半年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途家幸福，萬事如意。如果大家中意我啟節目，請務必電子節目下方啟關注，按你同埋打開小鈴鐺跟音，你就唔會錯過我將來為大家帶嚟更多、更精彩、更實用啟風水命理知識啦。多謝大家啟收看同支持，我哋下次節目再見。